元帅，请你唔通着急。阿介军医期限是1个月，到现在才是28天，还阁2天的期限。伊下官之见，狄王清一定会赶到。狄青是亲命的大臣，应该啊知影两党兵士的痛苦，要尽速将军医压降。为何迟迟未到？这是岂有此理！元帅，最近半个月来连日落雪，30万军医车辆是数百，确实是多骨难言。过2天大势若是发，狄王清一定会赶到。哼！等甲大势化了后，军事都已经被生死当死了。这。啊！快去，鼓励后呀！禀元帅，当夜军士又被风势打死5名。军医无够，满夜的军事就变成冰雪亡魂。大人啊！元帅，对位。狄青靠着狄王清的势力，使军师的性命一落一半，我要派军旗出关。取狄青的首级，替着死去的军师偿命。快车！元帅，请你不可动怒，期限还阁2天。元帅若是动怒，将狄青处死。以你来讲，对狄太后是未得，请元帅三思。哼！我敢就任凭狄青将军师的性命当作儿戏吗？元帅，不容派人出关摧残军医，当时探听详情。若是狄青以靠着亲王之实，故意拖延，延误期限，到时处斩也未歹。元帅，我来去上讨道。我朝廷过来去摧残军医。元帅。朝廷贵性情鲁莽，用意误事，千万不可派伊去。哦，袁大人啊，你实在真无意思啊！我也无得罪你啊，你想哪呢？萧天贵，你要去摧残归你的用，但是可知本帅军令森严，若是延误时刻，休怪本帅无情。当然啊！本帅命你即刻出关，并早回关。威廉者定战不了。得了。将军，千万不可因此。哎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改酒啊。你卖啥？你永远走袂去。我吼一定会掠你掠到着，来我斟一，我斟一。啊好啊，你真好大胆！你敢当遮拍人，你实在足好大胆的你哈！恁爸手先甲你压一支啊当！看你啊，搁有手通去掠查某！啊，无酒，我灌一罐来。好。是两区啊！你大声
师娘手来。是。看这个小囝生做敢若亲像文弱书生共款，伊一定是袂晓武功。我大先走落去将迄只马甲牵走，牵倒转来送阮元帅徛。送旁我的。你什么人？你免管我是啥物人啊！大爷是看讲你这马生做袂歹，你若识时务，将马甲我放来。原来是头马贼了。我白讲，是不是说明你头马贼？当个赵先龙安怎会去搞头家马？我是看讲哦，你这个小囝臭灵仔现路还袂过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当骑迄只马。我毋知想讲要甲迄只马头干转后阮元帅徛。恁元帅，恁元帅什么人？你毋捌哩？知唔知听？阮元帅就是三关口杨宗保。啊，你什么人？你毋知我什么人？听我知哦。当当就是宋朝名将，交战的孙人，也就是杨宗保定下的神龙官焦定军。搞懂无？你警告，做这是招神龙之名，起来！就着我啦，慢，动下动手啊！我真是招神龙呢，若假包我啦。哼！若要招神龙，哪会踮咧遮伫做狗强盗呢？哦，什么你狗强盗，讲到遐歹听，我出城时咧犯代志的了。我洪元帅的命令，出关来找伊着枪哦。又搁毋知着枪的踪影，你找着枪啊，为何情？要调定名义哦，该将伊轻轻之恨，一个月期。只剩2天哦的日子，若是延误，伊是做咱老事。你可忍受？将死何人啊？在，只闻其名啊，毋捌其面。我是金车啊，雕红啊亲。我袂讲，你着皇亲。你这小囝，你毋知对倒位来，你甲食人命走人是靠！嘿，干啥？赵神龙，我确实是敌枪，大丈夫男子汉，哪会去记人的名呢？你若讲确实是敌枪，是安怎你哪甲我解释啊？我有带人马安插伫小河山，那安尼30万的军力咧，伫大龙山啊。